3期这个敞开平台，知音的朋友，跟着大家喊，辰光过得蛮快啊，也得只有6集，也是你特别节目的辰光。那么今朝呢，现在就请来这个嘉宾于先良来做客。先良，我来，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朝呢，就为再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舌尖上的评弹。先良，你在讲子关于饮食的文化，是吧？对。那么其实呢，你中国的地域蛮广泛，各个地方的饮食文化侪有这个特色。对。比方就苏州人吃么子比较细腻啊，一种菜呢蛮细腻，是吧？辣文嘛比较细细的一份么上来，那么再么热菜，再么点心啊当中嘛，再么有来么汤再水果了啥啦？我记得我有一趟在沈阳电视台客串节目，那么沈阳的台长呢张台你。当辰光呢，你坐满满个一桌，大约么子个10个人，你去5个人到5个人在在去。那么我来想，哟，但蛮嗨，我但考虑啥意思？你当这个特色的。这个不晓得啊，搿台长点菜特别快呀。啊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就这样啊。那哪点菜搿样快啊？只点4道菜啊，你10个人够吃啊？结果啊，4道菜上来这样，每道菜啊，侪像鲜米粉搿样一只。该的嘞。第一个小鸡炖蘑菇，第2个酸菜炖粉条，第3个好像鲶鱼烧什么呢？我还有点记不住了，反正是8大炖里面的4大炖，也是2桌，味道也是蛮浓，比较酸酸的、咸咸的啊，味很足的。结果你10个人前后吃饭各位盘子里为啥子没到分吃脱呀？哎呀，我深深觉得，哎呀，原来北方菜是搿样噶。是个南北文化的差异。这个北方菜也有北方菜的特色，是吧？对，所谓叫饮食文化，不但它有南北差异，其实呢，饮食实际上搿个2个字是2种食法。是一个食是食物，里向鱼啊、肉啊、菜啊，饮那是饮料，醉还是饮酒。对。你光吃菜，没醉。肯定吃来没气氛的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吃醉。所以饮食它是你离不开我，我离不开你。你平淡与平和，它台词包了一台，就是平淡。其实吃这样蛮讲究的。有讲究。你想烧，我还想来在烧资料上看啥个，烧个有什么餐前酒啊，有配甜点的甜酒，配红肉呢要红的葡萄酒是吧？配白肉呢要白的葡萄酒。那个是各地侪有讲究的，包括你中国人们有白醉，有黄醉。你像黄醉，陕西人里也有讲究的。陕西有女儿红，有花蝶。不是统一一啥个黄醉啊？女儿红就是杨子浓之后那里抹了海个。一直到浓出高的你再起风，所以叫女儿红。所以醉也是一种文化。对个。那么你一定要吃点醉，所谓叫醉能熟心。对。所以呢，各种浓的，你晚节里搞猪节里发许吃，你容易吃。上面浪向你吃最开心呀。对个。兴奋。有辰光呢，有点醉呢，气氛特别嗨。但是呢，一定发过头。你像我有个弟兄，欢喜吃醉，醉量发嗨，一吃醉醉。那么搞猪骨觉着发许吃，一直没发生去吃醉。搞欢喜吃皮醉。搿日天大概9瓶皮醉。9瓶皮醉。吃子么半夜里走起么，一看搞猪困着，上铺搞猪麻。脚跟头酸不是困下去，一歇功夫，你说9瓶皮醉了肚皮里，搿能烫得来呢，已经过去了，上厕所。不晓得在厕所刚刚进去，砰叮当弹出来呀！啥子啊？弹不出来嘛？搞猪娃来星星，搞猪娃来星星，搞猪娃梦中情深，你吃啥菜的？吃起来最老最苦的啥菜？搞猪娃还是起来，啥菜？搞猪娃屋里出巨人，哪出巨人？搞猪娃，我刚刚去上厕所，叫上门打开，我开关未分清，介绍个灯自动亮着，我讲嘘。我一股冷风吹过来，阴风阵阵，搞猪娃出巨人呀！我搞猪听见你这样一讲，在门上一股嘴泼气，你这杀气的说讲，你插水插了冰箱里向哇！你想想，因为冰箱嘛门一开，灯会的自动亮的，那么有股冷风吹出来，就能在那个嘴皮吃得来搿副样子的，所以最适当吃点，也适量。对，有辰光呢，多吃一餐好改。
那各位话一句闲话叫最仗英勇胆。哎，你讲得对个，最有名嘛就是武松是吧？对，武松7岁。师傅吃是搿只嘴啊，搿只烂货打起来可能还吃了点了。哎，对。搿只吃只嘴呢长对呀。但是留下来，又不是当烂货子，哦，是当人，一个恶人，一个坏人。哦。将门人。哦，哎，啥是蛮有名的故事。对，因为将门人的本事实在的话，所以武松心里往里我是有吃得酩酊大醉，所以叫再当将门人。有搿能个片段，你来欣赏一下，来请客。武松，籍贯山东人，今年年纪826岁。从生活说起，婚姻状况未婚，性格特征保当不平，出身中国最佳当红英雄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武松体胸包垂啊，从军发配到邙州。听说邙州道浪向出自一个流氓，叫江中江门人，因此武松里最欢喜保当不平，经常的吃子点酒，加醉3分醉，来再当江门人。现在脚步两相一大龙，直奔夸武岭而来。邙州道浪预备酒店叫夸武岭，因为地处交通一带，各位生意兴隆。现在辰光是早浪11点半，吃客开始上市，进进出出比上难难。剧台里向坐上一个男人，那是该搭个老板，脚偷吃来做一姑娘，斗志没分，很漂亮。半年之前到邙州嘛，寻个工作，那大头上，一心想做汉女家嘛，搭这个别克是流氓，但是很反正老板做饭，吃得不软，真风光。皮儿他对前子前皮特别结，出了多少，回了李新郎。上一代要吃要用假老公们，请用多少空。你个可算是江中杀人之办我小3年。这个边浪像个白糖仙子，哎，一望只看见来自个吃糠，眼睛大上来，看看哑巴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吃凉，哎呀，去醉，打吧。来，李相信，喏，给他清楚。这里不好，不好，你清楚。这里也不好。妈妈晚上还睡不好呐，你是来吃饭的，那一份是来介绍工作的，啊，一股子一泼气，这里一忙，看你欣赏一点红豆，手里红豆有点欣赏，我到底红豆欣赏我还弄不清楚。对呀，嘛，这边呢啊，你自个改个哪户头？都看谁在这里啊？那还是错看讲，叫东分肉西分肉，门口必须当中一句。这不方便，但是没办法，吃糠是上帝，只好听你的，只要你满意。哈哈，要吧？各位没看这边呢啊，你欢喜收罗上谁收罗上啊？这边呢，你高兴的说法呢，搿张台子我等来冲一冲，拨一拨，两只脚扒了门口外头，两只脚扒了门口里向。人家。这里什么好酒好菜么？哎呦，好酒好菜多了，我给他叫夸武岭，夸武岭谁来人夸我的？好酒好菜半天不来听听，天上向飞个，地上向爬个，菜在里蹦个，水里向游个，洞里向走个，为往出来摆个。这里个老高了，大鼓起走边上，来一块菜吧，突然奔上来到门里，呀嘛，来，你要吃点啥个菜还可以？现在下了个上头，来自个地方。武松一想嘛。今朝我也不来吃酒，我是来摆出头寻回事，我预备要打的。一看块菜包嘛，一动脑筋去了。上里是一碟都是菜么？上头想的是游人菜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要这个。哦，那好呀。可是人家哭出来过。这上街上这个玩意这头一直去说了个嘎子外头，不说了嘎子里向。跟老话的菜法有规矩，搿两旁边两句闲话，搿面叫招财进宝，搿面叫臭lø不息。就说你打你去说了个臭lø不息了，要死快可是菜啊！啊！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
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。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欢迎来苏州玩啊！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。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知蜂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知蜂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知蜂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。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知蜂堂各门店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。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长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牛气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店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仅需6.6折。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根本我带你说不是菜，不来，刚刚是讲闲话讲讲，我带你说上头才是菜名。你要摆错的，弄都不吃，我要吃3碗，那么大弄法。要不然，那意大利，那什么意大利来吃好，那地这是搿啥菜不总管认得嘞？这叫什么菜呀？这种谁叫处理不行？处理不行啊？什么叫处理不行？处理不行，谁叫处理不行？既然如此，与我讲一个，你那不？先你要哭出来。对着这个仙女意大利，稍微动一动脑筋啊！原来，咱们接着谁叫处理不行，啥叫处理不行来听上。所以说呢，第一张我黑一张，黑一张里向塞一张，塞一张我送一张，送一张来切一张，切一张来第一张，第一张我黑一张，黑一张塞一张，塞一张我送一张，送一张来切一张来个副官副头队啊！这个谁叫处理不行？好，讲得好。武松做你的意大利，王正华那边其实是的。那个看在了，那还记得公关先生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是第一个处理不行。干嘛没好？现在像我后半夜出来，可不哪弄法？说个叉叉来，那还我去再说。这个实话讲你听哈，上一招处理不行。啥么子？实话讲你也贴起来了。俺你拿些搿个菜的，俺你俩过来。拿了。来了第啥菜啊？处理不行。处理不行，那啥法拿来噻？不对，他龙江子呀，那个根本处理个死特，分科长比那一个人贴起来。啥？你们原来摆小三娘，这听得听啥，看得明白。谁这个吃客毛毛再给他来吃酒讲，我可能是寻汉子的。不在外头打听，挨这里啥子娘人，还是5不3分在过上给他买酒的老太酒的，那去问问后台来摆啥人？看上吃不点眼子不点看看，当你来的子，这小三娘刚立起身来，二了，追在扶松边上，里面这是切莫有真。哟，这位爷，请问您到这儿来是喝酒的，还是寻猴子的？扶松一口嘛，老板娘出来，可是来得真好，哈哈。原来你是来陪我喝酒的吗？这样看来你是一口三文鱼喽。好啊，那么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与你喝一碗交杯酒，可好么？哪个干以后，小三娘喝臭王臭落，什么呢？白奶呀，一般人啊也白发过中意，每副克林顿，坤比那个头，那个头昏。我说来人呐！好，来这大王来挑不过水里将高山就在如何？披上棍棒必得给他踢车的为外摩动花心在如何？这个酒鬼胆大妄为，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，给我一起打！咱们没喝上那个牌啊！
听说来要吃车里不塞了，你再听好了了，根本没好听呢，吃一句车里不塞，啪吧，没得吃句车里不塞，啪！哎呦，打错了！打错我一直说配区我啪啪！哎呀，你打在我的身上了，烦死了！那么哪桩事体呢？该辰光扶松水里向压好一块藤棒，啥个藤棒呢？人肉藤棒。扶松的水家就快，小三娘抓到水里向，这个烫起来便当。做啥么难口娘？搿小三娘身上的肉都就厚了。搿里个肉头也如果是王正我是来得他的把这这，你的屁你们好来呀，这股来呀！哼，我胖子给三郎阴森哦。小三娘家这个打下去吃的小3分钟，太杀这个，实在非让毛毛拿眼瞪瞪，想法又告诉手这一本3斤斤的。哎呦，快来人呐！该死的，把我的当家的给我喊来！现在还来了，骑马！啥人？蒋门人。给他当着一提示告谁叫你马上去报信，蒋门人谁了让士林里响了让陈风亮。听见得那消息，我以为用着抵达自从古得来到地门开往啊！这可惜啊，这个吃菜去我自个告诉这个为了用的，当有就往往黑的上就朋友，与本领会边的较量，需要红女子东水。扶松一口门来了，今朝治国出场，那么呢，水里向个老板娘边浪向遇到5个最高，水一松，我个小三娘忙正边浪。小三娘在面靠我双手一轻松，叫房子，公就说带着最高里这样，男儿得了止步一掌，够，历经在口头吃的顶头，刚刚嘛吃上午，现在没吃醉，说娘娘身上的嘴里在半盖头分散光呀，哎呦呀！哎呦，三娘，搿个第3集真的有代理个啦。面对个追剧或者让你发好，哎，真的是不容易。那个是叫职业道德，职业产税。顾客至上。哎，你看，那老板是缺口，搿个是另外一桩事体。搿种第3集做事体计划大点。因为搿些辰光，忽然间现在电视机里面还做广告，板子上面可以登广告，美美最低啥个特色菜，还是个你都没个，咁么呢，侪让第3集个主播里向。哦，对。拿搿个菜一只全部侪摆出来。对个。搿辰光个店里向个物事，真正叫货真价实。有代志个，是吧？垃圾武器。你忽然呢，现在有一种店是非常强个，骗人，各个水平搿改了。哦，哪批发呀？那个叫鸭子吃黄鹂鱼口说不出。有一家店面店上头有3个大字。哦。牛拉面。牛拉面，哎，就是牛肉拉面哇，牛肉拉面哇，哎，对个哎。那么一个朋友真心肉，才带自家欢喜的。那么15块的麻子油。结果都在水浪下一口没牛了，黄吃如吃黄吃，吃来吃去一片牛肉也分了。你还会得嘛？记得放噻。老板，你过来，怎么样？哎，牛拉面，对。哎，我那吃到现在1块牛肉也分吃着呢。哪回事体啊？你是没牛肉的？啊？哎，你牛肉拉面没牛肉？哎，是啊，根本不是骗东的，没骗你啊，那么骗我了？我没有写牛肉拉面，我写的是牛拉面。哎，这个有啥区别啊？朋友啊，给你看身份证。搿老板拿出张身份证，一看搿老板姓牛。哦，哎，朋友啊，所以我是姓牛的人开了一家拉面店，叫牛拉面。哦，你看你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刚刚还以为是那个米粉是牛来起磨出来的呢。跟海鲜饭儿都在，现在搿个人工啥个高低嘞，这样但是管把60，按照女生开着牛把来起磨，牛拉面姓牛的嘛，姓牛的人的拉面馆哦。哎，种是山东的已经非子面孔的人。差别就噻个。对。那么你刚才搿点脑袋，我在想着最近有桩真实个事体，我广播里听着个，前个桥头有2个骗子，那么你想去抢劫个女个，那么你呢，压搿个女个，
女同志了是吧？那么让你吃鹰脸，搿鹰脸里向其实呢包含蒙汗药辣海。吃什么像让你云淡么弄这个么子呛脱。结果搿个女的的吃下去没反应呀，一反应没呀。那么搿两个骗子把你讲我们辰光差不多走啊，根本没办法再还追之高伊，你气得嘞，搿蒙汗药刚刚忙得来不用去了。那么现在你到两高头居然带公安局去办警。骗子自家去办警，坏人去办警。我忙着个高买回来产品，哪会得搿个药毛还没验过，没用上个药，搿是蒙汗药，确实让你晕倒个药。好，公安局讲没哈，我来打只电话，马上警察来弄到。搿个贼喊捉贼。哎，自家人捉死人。捉死人。哎，所以讲你现在讲那种家伙了，真正挖拉不出。这个那像前头这不是偏在城块的搿个美容里，对，那搿个也不让人个后果，有种做假么事搿个吃下去真正的活结个。但是有辰光了，坏事带变害事。你知道你家伙侪是不灵个吧？有个一对夫妻拆相骂，拆得阿模样么，就是个家猪婆，乡下头呀，一弄猪香么，乡下头也是有农药个啦。刚刚买得来2瓶农药，高全部吃下去。哎呀，一家门夹是夹得不得了，妖精当送到医院里，结果送到医院里唔啥呀？哪会得农药哪会得唔啥呢？马上个假农药。哎，那么得洗厨房个，用不着抢救的，用不着抢救，另个，那么看在农药上头个地址，前路当个叮咚咣，到文戏班送到搿边农药厂。人气等都做个假药，非这么你家主心里唔不着，两多，搿个老板，搿种农药个老板看不出来，写不出，搿么记住这个么，你一旦庆祝一下吧，人都来想我们，我也要还个礼，让你下次请多吃饭，那重新获得新生，综合分析，那么拿出2杯名醉，1800块的一瓶了，2杯名醉，结果几杯醉下去，所有的人绑定当全部跌倒。啥子啊？吃那个假醉，但是前头演戏戏不脱，后头变戏，反而晕的，反而弄得来有个么眼睛瞎脱，有个被白痴，所以搿个假个么是害人，是害人的呀。不过你前头讲的搿个蒙汗药，还是假的。哎，蒙汗药假的呀。你讲的蒙汗药啦，但是有一个人的蒙汗药是真在是好的。啥人呀？孙儿娘。对个哇，孙儿娘用蒙汗药来蒙汗。黄人哇是个，压开底个，对个哇。哎呦喂，你搿个馒头结棍子，还不是花肉馒头，还不是虾肉馒头，还不是菜肉馒头，人肉馒头。吓人个。不过你才是华人，哎，是个。搿种华人让你吃蒙汗药，吃子蒙汗药，弄来搿个肉掉啦，做人肉馒头。搿孙儿娘是爱憎分明，行侠仗义，是吧？对个，搿么哎呀来看一看。太给了，你来听一听。叱咤风云，孙儿娘，某饮茶，谁是问对上？你须给他鸟奴评定，叫模样，其实是不让西妹无女讲，谁说是普及开衙的？黄牙开一杯地，谁不把称，谁不把账，四面特空两队不饶人，各位接衙地，商议不灵啊，无所谓。马醉空过名，根本你不靠马醉，没靠杀人，杀人是本行。你开支最低，3日天最麻烦的不动脑筋，5日天杀不脱人，压力是要困不着。
着莽族的官兵进对方。莽族的文武官员听见十字炮猛一插，大高才有人中掉。根本你是蛙人英雄，杀人还是英雄啊？要考虑杀耍等两人哦。他不起名，不杀良，不及对身勾楼上。至于那不要公差来作对，他们做帮凶把父老伤，七把心思后浪，所以要杀尽王家这批众将啊两。你个牙水不能俺们一个插进臭特，所以儿娘子就是咬牙恨。十二兄中与菩萨的好心人上，百姓经过不上毫毛不根，俺们里当公是差人就要杀。个第几卦，开黑的这个杀神可当，就是生儿娘面孔浪，一步凶相，二步杀相，你可里个种当呗。谁是摧毁在十分米？对浪插到碎石，面孔浪不负之分，在口里身浪像个当背，他最欢喜深红赤裸的俏衣裳，身浪像赤红扎落。那么这男人讲起来，莫要错不难看，本当不难看。这副难看那文明叫异差。哎，事后里向应用的文明啊，多数还是从性格出发，不是从面貌出发。异差是黑人要吃人的，生儿娘你开一杯喝的，诛杀偷官污吏，亚越公差，杀得江湖上的英雄好汉一直罪人。所以大家再讲一声，这个女人真是阴差莫忘。这样来讲，我要说并不难看啊。这么不难看嘛，好看，可是我把分科技下。难看的这种当背，动动的飞带，外加插大水石，水里向，哒啦，拿一把精致的黑子手。这是轻摇闻小声，手指一拿啊，拿身上的杀气收得勾勾人人，至于看上去搭一般女人一样，但是一点也不离迷惘。别口里秋红扎落，这是轻摇，她并不是18禁风的女红妆，乃是杀头过好水的生儿娘。今日里门里招来勾楼客，来了英勇这武和郎。哎，天亮，生儿娘是四后里向比较个性鲜明一只角色，是个。对，三个女性主义，所以搿辰光人家为之泰山四后，不是要四后是100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，余中汉杰，是个，是个。但是里向呢，所有的对人都有个特点，都是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。对。是样样事体做个前头也吃醉。那么结束是庆功也吃醉。那么所以我让一单呢也强调是，醉个样么是两面性的。那譬如讲，35判点醉，搞脱5生气。对。36判点醉，搞脱6生气。但是一个人的肚皮里向多把子醉，也不人气米。有道理，而且多吃醉伤肝。对，那一个是身体浪向是绝对多吃子不好处的，另外一个家庭不好，
防御不和，甚至于夫妻反目。还唱好，对你写的个呢？干先松。对。吃子最高，唱之后成为好像是你中国历史上向名人最高数量的第一人。正式吃官司，正统的接训是第一个。对。那个名人来吃罪，这样也吃官司。那个现在是触犯法律。法律公正的嘛，不是个。那个我跟你讲，一种说出来的，还有一种是夫妻反目，都来生活当中。真的。我有个弟兄，欢喜吃烂醉，欢喜吃烂什么夫妻反目，难是难得来，差是差得来嘛，连为是也吃。哦，那么哪办呢？那么结果另外一个弟兄干了一个办法，你走去，因为高主部旺了，走去咚咚咚叮咚一开门，对个，高主部门一开，教室看见你吃个烂醉，那些高主哪对付你？哪行对付你？门板关脱。哦。所以一二天呢，带我出去。哦。那只老追剧，偏来走来。你讲我哪办呢？结果另外一个弟兄干了一个办法。那夜里向请门铃注谁？你要来开门的啦。你既然是侬身上像个外头个滑塞塞、羊毛塞、棉毛塞，全部脱光，脱上一条兜口。可是飞狼啊！等你门一开，你弄个地么是梆叮当，全部躲进去。哦。躲在里向，你门帮开的，这条兜口毕竟是家主部夫妻啊，你肯定心痛的。大冷天不舍得你等外头发抖，肯定会等侬来放进去的。你啥的？你听这个办法哈个。吃，那么老嘴吃着输赢。等等，夜里走去，大门口12点钟人，我这弟兄讲啊，这全部脱光，谁下午去，我身上像外头羊毛衫、棉毛衫，全部脱光，脱上一条兜口，那么咚咚咚咚，勾住门嘎开呀，眼睛看不清，以为是老花眼，后来越来越差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药物直达病灶会有点疼，要坚持地哦。奶奶好厉害哦！治白内障，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。好视力，好生活。沙普艾斯。知蜂堂崇尚中国养生传统，追求蜜蜂产品对人类健康的补益效果。知蜂堂蜂胶、蜂蜜、仙王浆、花粉，健康补益。蜜蜂之道，自然之道。知蜂堂健康补益之道。知蜂堂蜂胶普诺宁斯胶囊，调节血糖，调节血脂，免疫调节，强身强免疫，加强机体抵抗力，免疫提高保健康。知蜂堂蜂胶用质量铸就品牌，以功效赢得信誉。门一开嘛，按照弟兄讲的，一头包衣裳，往这里向，砰，一跺嘛，嘎嘎，门关上。结果门刚刚关上，声音传出来着。啥声？车门已关上，车辆已启动，乘客们扶手请拉好。啊！下一站停靠冠前街，出来去到了1楼公共汽车站那下。你门啊，听不到这。个烂嘴吃的搿副样，真的1楼公共汽车站那下，衣裳靠什么车子那下一造孽子。所以搿个烂嘴吃下去，吹退不出，真的。这样副样子。所以讲，真个也唱好个，是个样。那么埃个啦，你只不过是自家撑阳伞。我还有一个朋友弄到派出所的了。哦，哪回事体啊？两是让一般饭店里，最亮也不灵个。咁你稍微3日，高到往一杯水一杯水一杯往一杯，吃得来酩酊大醉。咁么我有2个朋友，他蛮负责个。你自家车子费开着，那里负担饭店外头睡一站，过来部出租车，咁么朋友也蛮负责是吧？那里后座浪向推上去门一关嘛，哔哔，出租车开着。非这个朋友在此车子里向，外滩脱脱，衬衫脱脱，贴身后衫再脱脱。留下来上口脱脱，这上条兜口，啥子啊？发现那个出租车司机是个女的呀！哎呦，一面开嘛，反光镜里才看下来呀！一时夸着，不灵光，嘎一下手车停下来。喂，你啥车？你说车？我们困觉，你困啥个觉？哟，我们在自家屋里向头，我哪会困觉？因为我们要脱衣裳，现在带上了嘛，当时衣裳脱脱也困觉。
干女的一听，也几块噻，哎，你吃这么粗呀？啊，吃这么粗啊？你这地方就不讲，我光看一双皮袄已经脱了房门外头子，一双皮袄到了个车子外头了，饭店门口到了海子，那么自家扎这个头靠搿个女士家也贴起来的，绑那个绳啊，那屋里向，哎，那吃我队伍，10几岁开到派出所，结果派出所里向关子一夜天，哦，真假？一个叫追能偶事啊，哎，是呀，喏，现在你讲到挨着呢，你下来搿只节目的，也是因为吃追能偶事呀。不但我是会打起来了。哦，我晓得个，还是书后里向个英雄啊。黑白对。对。哎。李逵得知郎里八点张人，两高头侪是王一般、徐一般，吃得厨房不多。那么打起来。哎。蛮精彩个，打成啥样子呢？你现在来看一看。好。黑李凤、李逵到郎里八点张人手上去骂我。2个人还我10枪，就是个李逵插来不成。我张人手上的第5放山，全部放到新疆港里。那么难操控，到众人手上放脱人家的5，再过来看电视，来去夺脱了一只遥控器，张人小虎啊！那么2个人同时要打，张人面孔一瞪，黑声，对，可杀的。哦哟，骂人！骂我黑杀贼，黑谁是以比我生得黑，杀贼谁是杀头的材料，骂得出卡，你为骂，我不为骂啊！你觉得不必知？你这个黑马无蛇子，你觉得不可无贵？最了马无知，哪有不可无知的？他那骂人为要骂是新产品，但你白我的语来，不白，不白，俺结婚打么我定欢喜，我先把你打3级，我再为你1级，让你把这张人气昏。杀人不晓得我们钢锯的那个威力，就是推是推，绑是绑，刀是刀，威震帮正，今朝我的太不了，面子一定要抓住，就砰人跳上来，嗨张大砰一球，阿公开心了，往这个地方来，让你把这张人一喊。一哈么力量哈他一副往里胸部，啪一记楼，这身体里向嘣，咦，哪有共鸣感？谁会说4到8个音响来？急就的压水，往里头一隆中，嘿，过来，那么来画笔，阿公的头皮有功夫，将来4拍2三108将，和随风李逵的头皮功，No.1。口内球队过来，起头皮，腾一顶，张这个人下边一到手窗里，力战通红。啊，才让看个人，谁让喝彩，喝大喝好啊！不要你们拍马屁，老子本当好啊！你把这张人力战通红，顶嘴上啪，人跳动来。那么登起杀夫，7个大雨脚，往正黑地风李逵的刀致命的地方，啪一推，阿公人砰一劈，气2条水，大脚骨骨龙老，再过一把老红旗，又想努力搞出来，再一下发来，也弄出人性命，那么呢，都离到新阳港里去。那么李逵来画笔，张人层层让里拔掉。4郎里要8两，你努力拍，多点新疆港，你真是死鱼得水。李逵也不晓得，咦，那武器之人不是啥地方？张人大刚子，想想太不容易。如果我出师面，定要你的好看，想到办法，2只的钢笔一定哗，冒出师面，啪，这个是。一头比我的个大，2只脚就那试一下，我脚不能腾空，只能够用水来代表。有本事下水来打，老子不让你个打！你英雄下水来打，你是英雄，你上岸来不敢下水，算不了英雄，你是一个
够用，阿公服务心了。啥体够用的银两叫屋里得了。我不是够用，我不是英勇。我去啊！来，让我口口的试阿生，阿公一口不成。啥体我人比你长，他在绝大我跳下去顶都噻，绝大我出来聪明哦。来个谁？走！跳舞起，已经到绝大，吓得上当。其实阿公来点饭，那块对头费力做，随便啥个么子招了一样没事体。阿公的脾气不肯定啊，上当。让你那个张一口说好，辰光一长，四吃足人要死，我要认命了。这有的从市里讲，抽过来，我黑地方另外个人叫扎水脱腰。哇！拖出4米，那么超乎阿公身配好，风一处理性子，一口油膏水了自家波比，可是为了得了，讲出了个水长要10缸多得了，拉起来嘎头嘎弄，这难看的些，一朝水位糟了里的很，早起到淡水中光，哎呀！2个人到4里龙口，人花四散，是世事冲击。后个2个人长得漂亮，什么浪里巴条，真的没喝一副厉鬼，一个是脑海的蛟龙，一个是飞将的鳌鱼，真是黑马相对，天下名扬。姐俩，这节目精彩个是吧？精彩个，而且与众不同。对个。不仅仅是简单的黑白对，搿是利用东北区的手段，随心意义个。对，现代化手段它传统的经典，穿越时空，是个。相当精彩。观众朋友，也在说再会的辰光着，葛么姐俩，你到大家说再会吧。好的，观众朋友，再会。我礼拜再会。春光明媚4月天，江南美食到舌尖。苏州评弹作为民间艺术，是如何呈现时令菜蔬红鲜的？吃货又有哪些有趣的百态？4月的每个周六，黄磊、袁小良妙语连珠为您讲述《舌尖上的评弹》，敬请收看。晚上和媳妇和男的是来吃饭的，那一份是来介绍工作的，啊，一股子一泼气，这礼貌。看你欣赏一点红豆，说你红豆有点欣赏，我到底红豆欣赏我把弄不清。怎么样吧，这边的啊，你自个改个哪户头？我看谁在这里？啊，那还是错看到，叫东风肉、西风肉，门口必须当中一句。你吃不方便，但是没办法，吃糠是上帝，只好听你的，只要你满意。哈哈，要吧？各位没看这边来啊，你欢喜收罗上谁收罗上啊？这边来，你高兴的说法呢，搿张台子我再来通一通，拨一拨，2只脚摆了门口外头，2只脚摆了门口里向。人家这里有什么好嘴好菜吗？哎呦，好嘴好菜多了，我给他叫夸我哩，夸我哩谁来人夸我的？好嘴好菜半天不来听听，天上想飞个，地上想爬个，菜在里蹦个，水里想游个，洞里想走个，为往出来摆个。你个老杠了，大鼓起到边上，哎，一块菜吧，突然奔上来到门里，呀嘛，来，你要吃点啥个菜？俺个就现在下了个上头，来自家地方。武松一想嘛。今朝我又不来吃醉，我是来摆出的寻回事，我预备要打的。一看块菜包嘛，一动脑筋去了。上里是的都是菜么？上头想的是有人菜。好，既说如此，那么我要这个。哦，那还要。可是人家哭出来过。这上面说这个玩意这头一直去说了个嘎子外头，不说了嘎子里向。跟老法的菜法有规矩，搿2旁边2句闲话，搿面叫招财进宝，搿面叫臭lø不赊。就说你打你去说了个臭lø不赊，要死快可是菜啊！
每年有很多老年人因白内障而失明，视力减退、模糊、重影、黑影、眩光，都是白内障的症状。白内障看不清，沙普艾斯滴眼睛。白内障是首位致盲原因，早发现早治疗。沙普艾斯预防治疗白内障，治白内障选对药，选好药，选沙普艾斯，要坚持滴哦。好视力，好生活，沙普艾斯。欢迎来苏州玩啊！苏州有什么好吃的？走，带你见识见识舌尖上的苏州。这个在别处绝对没吃过。长发的肉月饼虽然叫月饼，但是苏州人平时都爱吃。来苏州一定得尝尝这个美味。致丰堂活性蜂王浆，全程冷冻，活性好，是公认的长寿因子，适合易疲劳者服用。致丰堂蜂王浆，早晚各一杯，白天精神好，晚上睡得香。2014致丰堂春季改善睡眠养生计划已全面启动。即日起，凡有意改善睡眠质量的市民朋友，至苏州致丰堂各门店，即可参加免费体验活动。活动详询6777-9500-6531-8586。节能环保，家用电器不要让它长时间处于待机状态，像一般家庭所用的设备待机能耗加在一起，相当于常开一支30至50瓦的长明灯。虽然音乐恢复有机，自家的免疫功能，那么我推荐中国知名商品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对放疗、化疗后的患者，中科灵芝孢子油能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，减轻患者体质虚弱、疲乏无力、食欲下降等状况。在4月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期间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粉、中科艾特仅需6折，团购中科灵芝孢子油。平台这个敞开平台，知音的朋友，跟上来大家嗨，辰光过得蛮快啊，也得只有6折，也是你特别节目的辰光。那么今朝呢，现在就请来这个嘉宾于先亮来做客，先亮。我来，你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今朝呢，就为再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舌尖上的评弹。先亮，你在讲是关于饮食的文化，是吧？对。那么其实呢，你中国的地域蛮广泛，各个地方的饮食文化侪有这个特色。对。比方就苏州人吃么子比较细腻啊，一种菜呢蛮细腻，是吧？辣文嘛比较细气的一份么上来，那么再么热菜，再么点心啊当中嘛，再么有来么汤再水果了啥啦？我记得我有一趟在沈阳电视台客串节目，那么沈阳的台长呢张台你。当辰光呢，你坐满满个一桌，大约么总个10个人，你去5个人到5个人在在一起。那么我来想，哟，但蛮嗨，我但考虑啥意思？你当这个特色的。这晓得啊，搿台长点菜特别快呀！啊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就这样啊。那哪点菜搿样快啊？这点4道菜啊，你10个人够吃个。结果啊，4道菜上来这样，每道菜啊，侪像鲜米粉搿样一只。该的嘞。第一个小鸡炖蘑菇，第2个酸菜炖粉条，第3个好像鲶鱼烧什么呢？我还有点记不住了，反正是8大炖里面的4大炖，也是2桌，味道也是蛮浓，比较酸酸的、咸咸的啊，味很足的。结果你10个人前后吃半个月，盘子里为啥子蛮多分吃脱呀？哎呀，我深深觉得，哎呀，原来北方菜是搿样噶。是个南北文化的差异。这个北方菜也有北方菜的特色，是吧？对，所谓叫饮食文化，不但它有南北差异，其实呢，饮食实际上搿个2个字是2种说法。是一个食是食物，里向鱼啊、肉啊、菜啊，饮那是饮料，醉还是饮酒。对。那光吃菜，没醉。肯定吃来没气氛的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吃醉。所以饮食它是你离不开我，我离不开你。你平淡与平，我搭台子摆了一台，这是平淡。其实吃这样蛮讲究的。有讲究的。你像烧，我还想来在烧子里上看啥个，
烧个鱼什么餐前酒啊，有对配甜点的甜酒，配红肉呢要红的葡萄酒是吧？配白肉呢要白的葡萄酒。那个是国际上有讲究的，包括你中国人们有八嘴，有黄嘴。你像黄嘴，陕西人里也有讲究的，陕西有女儿红，有花蝶，不是统一的一啥个黄嘴啊。女儿红就是样子嫩之后那里抹了海个。一直到嫩出高的你再起风，所以叫女儿红。哦，所以醉也是一种文化。哎，对个。那么你一定要吃点醉，所谓叫醉能熟性。哎，对。所以呢，各种男的，你晚节里搞主节来发虚吃，你是也吃。咱面浪向你吃最开心呀。对个。兴奋。有辰光呢，有点醉呢，气氛特别嗨。但是呢，一定发过头。你像我有个弟兄，欢喜吃醉，醉量发嗨，一吃醉醉。那么搞主播觉着发虚吃，一直没吃大声去吃醉。我搞欢喜吃皮醉。搿日天大概9瓶皮醉。哦，9瓶皮醉。吃子嘛半夜里走起嘛，一看搞主播困着，生怕搞主播骂。夹跟头睡。仅需6.6折，现在就拨打65160709。我这里是不是菜不来？刚刚是讲闲话讲讲，我这里是上头全是菜名，你要摆车队，弄都不吃，我要吃3碗，那么大弄法？要不然那意大利，那甚至意大利来吃好，那地这是搿啥菜不总管认得嘞？这叫什么菜呀？给这谁叫出类不谁？出类不谁啊？什么叫出类不谁？出类不谁，谁叫出类不谁？好，既然如此，与我讲一个，你那吧？现在要哭出来了。对着这个仙女意大利，稍微动一动脑筋啊！原来咱们接着谁叫出类不谁，啥叫出类不谁来听哈。所以说呢，第一张我黑一张，黑一张里向塞一张，塞一张我送一张，送一张来切一张，切一张来第一张我黑一张，黑一张塞一张，塞一张我送一张，送一张来切一张来个富贵富头队啊！这个谁叫出类不谁？好，讲得好。武松做你的意大利。王正华那边其实是的，那个看在了，那还记得公关先生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是第一个出来，不是？干嘛没好？现在想我后来也出来了，搿么哪弄法？说个吵来，那海下去是再说。搿个实话店里听哈，上一张出来不是呀？啥么子？实话店里也贴起来了。俺你哪些搿只菜的？俺你俩过来。拿了。来了点啥菜啊？出来不是。出来不是拿啥法来噻？不对，他龙江这样那个出来个鸡头，分科长比那一个人贴起来。啥你们原来背小三娘，就听得听啥，看得明白。谁这个吃客毛毛再给他来吃酒讲，我可能是寻黑死的。不在外地打听，挨着的傻逼娘人，也是5不3分在锅上给他麻酒台上抬酒的，没去问后台来背啥人。看上吃不点眼子不点看看，当你来的子，这小三娘刚立起身来，二了，追在扶松边上，乱买这是切莫有真。哟，这位爷，请问您到这儿来是喝酒的，还是寻猴子的？扶松一口嘛，老板娘出来，可是来得真好，哈哈。原来你是来陪我喝醉的吗？这样看来你是一口三文鱼喽。好啊，那么既然如此，今日我与你喝一碗交杯酒，可好么？哪个以后小三娘喝臭王臭落，啥么子？白奶呀，一般人啊也白发过中意，每副克林顿，坤比那个头，那个头昏。我说来人呐！好，来这大王来挑不过水里向高山就在如何？披上棍棒必得给他切菜的为外磨动花心在如何？这个酒鬼胆大妄为，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，给我一起打！咱们没喝上那个牌啊！听说你要吃醋了不行了，你再听好了，不能没喝听来吃一句醋了不行，啪吧！没得吃句醋了不行，啪！哎呦，打错了！打错了，有这个10倍去我啪！哎呀，你打在我的身上了，烦死了！那么哪桩事体呢？该辰光扶松水里向压好一块藤包，啥个藤包呢？人肉藤包。扶松的水家就快，小三娘抓到水里向，这个烫起来便当，做啥么难口娘？这小三娘身上的肉都就厚了。
这里一个肉的也是我是往生，我是来着他的把这这这，你的狗屁你们，好来呀，这股来呀！哼，我胖子对三郎阴森哦。小三娘家这个打下去吃的小1分钟太杀这个，实在非让毛毛拿眼睁睁想法又告诉我这1本3斤斤的。还有快来人呐！该死的，把我的当家的给我喊来！现在还来了，骑马！啥人蒋门人？给他当成一提示告谁叫你马上去报信，蒋门人谁了让士林里响了让陈风亮。听见这那消息为了用这地大气从各得来到地门开往啊！这可见啊，这个吃菜去我自个高兴，这个为了用的，导游就往往黑的上就朋友，与本领会边的较量，需要红女子东啊水。武松一口门来了，今朝治国出场，那么呢，手里向个老板娘，边浪向鱼杂动个最高，手一松，我个小三娘忙正边浪。小三娘在面靠我双手一轻松叫房子，公就说带出最高里这样，男儿得了止步一掌，够，历经在口头吃的顶头，刚刚嘛吃上午，现在嘛吃醉，昨日娘身上的嘴里的不盖的分散光呀，哎呦呀！哎呦，三两，这个第三季真的有代志个哒。面对个追剧或者让你发好，哎，真的是不容易。那个是叫职业道德，职业产税。顾客至上。哎，你看，那老板是缺口，搿个是另外一桩事体。搿种第三季做事体几乎淡的。因为搿些辰光，忽然间现在电视机里面还做广告，板子上面可以登广告，美美最点啥个特色菜，还是个你都没个。咁么呢，侪让第三季个主播里向。哦，对。拿搿个菜一只全部侪摆出来。对搿辰光个店里向个物事，真正叫货真价实。有代志个，是吧？垃圾武器。你不这样呢？现在有一种店是非常强个。骗人，搿个水平外加高了。哦，哪骗法呀？那个叫鸭子吃黄鹂鱼口说不出。有一家店面店，面店上头有3个图字。哦。牛拉面。牛拉面，就是牛肉拉面碗，牛肉拉面碗，对吧？那么一个朋友真心肉才带自家欢喜的，那么15块的帽子油，结果都带水浪下一口没牛了，黄吃如吃黄吃，吃来吃去一片牛肉也分了，你还会得嘛？记得放噻。老板娘过来，怎么样？牛拉面，对。我那吃到现在1块牛肉也分吃着呢。那还回事体啊？你是没牛肉的？你牛肉拉面没牛肉？是啊，根本不是骗东的，没骗你啊，那么骗我了？我没有写牛肉拉面，我写的是牛拉面。这个有啥区别啊？朋友啊，给你看身份证。搿老板拿出张身份证，一看搿老板姓牛。朋友啊，所以我是姓牛的人开了一家拉面店，叫牛拉面。你看你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刚刚为是那个米粉是牛来起磨出来的那个。跟海鲜粉儿都在，现在搿个人工啥个高低嘞？这个单是贵860，按照女生开着牛把来起磨，牛拉面姓牛的吧？姓牛的人的拉面馆哦。种是山东，不是客气，一些功夫。你说卷饼比嘴上大皮里，跟那烫得来呢，已经不起了，上厕所。可惜这在厕所刚刚进去，梆叮当弹出来呀！啥子啊？弹出来嘛，高主哇的星星，高主哇的星星，高主我梦中精神，这是啥气弹？起来去老把最红的上天！高主哇，还是起来，上天！高主哇，屋里出巨人哪出巨人？高主啊，我刚刚去上厕所，叫上门打开，我开关未分清，介绍个灯自动亮着，那个嘘，我一股冷风吹过来，阴风吹吹，高主嘛，出巨人呀！我高主听见你这样一讲，在门上一股嘴泼气，
你这杀气的小姐，你插水插了冰箱里向哇？你想想看，因为冰箱嘛门一开，灯会的自动亮的，那么有个冷风吹出来，你在那个嘴皮吃得来个副样子的，所以最适当吃点，也适量。对，有辰光呢，但是也唱好个。那各位有一句闲话叫“最仗英勇的”。哎，你讲得对个，最有名嘛，就是武松着啊。对，武松吃水。师傅吃是搿只嘴啊，搿只烂货打起来可能还吃了点了，是吧？对。搿只吃子嘴呢长对呀。但是留下来，又不是当烂货子，哦，是当人，一个恶人，一个坏人。哦。将门人。哦，哎，啥是蛮有名的故事。对，因为将门人的本事实在的话，所以武松心里王一武是有吃得酩酊大醉，所以叫再当将门人。有个那个片段，你来欣赏一下，来请客。武松，浙府山东人，今年年纪826岁，从生来说起，婚姻状况未婚，性格特征保当不平，出身中国最佳当红英雄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。武松体胸抱拳啊，从军发配到邙州。听说邙州道浪向出自一个流氓，叫江中江门人，因此武松里最欢喜保当不平，今朝的吃子点酒，加酒3分之2来再当江门人。现在脚步两枪一大龙，直奔夸武岭而来。邙州道浪预备酒店及夸武岭，因为地处交通一带，故而生意兴隆。现在辰光是早浪11点半，7刻开始放事，进进出出比上难买。剧台里向坐上一个女人，那是该搭个蓝背，脚偷出来送一姑娘，斗志没分很漂亮。半年之前到邙州嘛，寻个工作，那大头上，一听讲过汉语讲嘛，打这个别克是流氓，但是很翻身蓝背走啊，吃得不软，真风光。皮儿他对眼皮特别结，他了多少，喝了李新郎。然以的一切要用假蓝布嘛，请用乌纱布。你个特色是江中，啥人敢办我小3年？这个比方像个白糖仙女，哎，一望这看见来自个吃糠，眼睛大王呢，看看哑巴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吃了，哎呀，去醉，大王。来，李相亲，喏，给他请受。这里不好，不好，他明听着。这里也不好。